大家好，我係 Katherine。近期發現咗隻股份好易動下，就係隻山東墨龍啦。今日就同大家詳細分析一下。山東墨龍上星期五升超過7成半去收市，盤中一度升超過1.6倍，真係好誇張啦！股價走勢點解咁勁？首先由於地緣政局緊張，油價急升，山東墨龍作為油價相關股，自然就受惠啦。除咗油價急升之外，仲有一個重點。上星期五我留意到呢一隻股份嘅換手率達到672%，我係未見過咁誇張嘅，證明資金炒作非常勁，流動性非常強，成交額亦都好誇張。上星期五有74億，同美團差唔多，資金似乎湧晒過去啊！山東墨龍一手入場費比較低，我自己就會小注搏一搏啦。但記住波動性超大，入場轉身就要快啦，亦都要控制好注碼。記得下載 ACAT， 再加埋媽媽大風扇群組成為我嘅盟友，再加埋我嘅IG cat.朱詠怡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嘅心水股份情報啦。